打開靈金之門，迎接你嘅真我。你係屬龍，但你又係雙魚座，咁你嘅靈性特質可能係夢想型領袖。又或者你係屬雞，加上係天蠍座，咁你好可能係直覺型分析師，識睇人又識睇局。靈君解股法，金影華星卦，生肖配星座，馬年好運多。歡迎嚟到靈金之門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靈金之門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金影，一位有埃及血統嘅香港新移民，中意喺神話入面找人性嘅答案。我係靈君，中法混血，自細承爺爺宮廷一脈嘅原理國學，亦習得宮廷古法養生嘅真傳。後來遊歷世界，將各地古法智慧與家學相融。今次嚟到香港，一邊喺社區學廣東話，體味本土文化，一邊同小師妹金影師出同門，跟隨一位老師繼續深究學問。我哋係喺一次靈性文化論壇之中，由老師介紹我哋識嘅。佢分享易經，我就大談心靈之眼 Eye of Horus。係啊，原來東方嘅卦象同西方嘅星象都有共通之處，都係人類想理解自己、理解宇宙嘅方法。結果我哋兩個一拍即合，所以我哋決定一齊做呢個節目，唔止講神秘學，仲要融合古代智慧、生肖、星座，認出屬於你嘅靈性密碼。我哋會用古法、命理、星象解讀、神話故事，幫你尋找翻你嘅內在力量。唔好以為呢啲只係古老嘢，其實佢哋好貼地，就好似我哋兩個都係新移民，都喺文化交錯中認識到自己。而你都可以喺呢個節目入面尋找到屬於你嘅靈金之門。準備好未？一齊打開你嘅靈性地圖，探索你嘅星神密碼。好，第一集主力講屬馬嘅朋友，丙午馬年，天干屬火，地支又係火，係一個強火之年，能量好旺。對屬馬嘅你嚟講，火上加火，代表行動力、熱情同變動都會好強。先講事業攻略，強火之年最夾你嘅動特質，適合主動出擊，開拓新市場，甚至轉換跑道。記住口訣：南征北戰，動中生財，多出差，多接觸外地機會，尤其係南方方向。但火太旺而有衝撞，記住處事要快，但態度要穩，避免同同事或上司硬碰。創業者今年係好時機，但最好配屬羊或虎嘅夥伴幫手平衡。至於出行攻略，強火利遠行，尤其係文化探索或工作考察。農曆5月同9月係黃金檔期，但火旺之年出門要特別注意交通安全，避免急躁。總之，今年你嘅行動就係最大嘅風水。坐喺度等運到，不如主動出門尋找機會。多謝靈君，到我講屬馬嘅12星座點樣喺強火馬年行運，仲有專屬你嘅開運顏色同數字。記住，顏色同數字係你每日可以隨身用嘅小魔法。白羊馬，運勢如火箭，主動突破有驚喜。開運色金色，助你聚焦火力。開運數字9。金牛馬，穩中求變，財運來自新嘗試。開運色粉紅色，柔化火氣招人緣。開運數字4。雙子馬，資訊即財富，靠口才搭通天地線。開運色天藍色，冷靜頭腦。開運數字7。巨蟹馬，事業家庭兩忙，靠情感連結成功。開運色白色，清爽心神。開運數字2。獅子馬，舞台中央，領導光芒盡現。開運色紫色，增強貴氣。開運數字1。處女馬，細節定成敗，計劃精準即贏。開運色綠色，舒緩壓力。開運數字5。天秤馬，合作運巔峰，靠團隊創造佳績。開運色淺藍色，促進和諧。開運數字6。天蠍馬，深度轉化之年，暗中有貴人。開運色深紅色，激發內在力量。開運數字8。射手馬，自由探索，異地機遇最多。開運色橙色，增強冒險樂趣。開運數字3。摩羯馬，步步上位，實幹獲權威認可。開運色啡色，穩定根基。開運數字11。
水瓶馬創新想法爆棚，顛覆傳統就成功。開運色銀色，連結未來感。開運數字22。雙魚馬靈感之年，將夢想化成現實。開運色海綠色，連結直覺。開運數字12。記住你嘅組合，每日多用開運色，記住開運數字，幫你引動馬年好運。之後我哋會逐個生肖去探討，下集就輪到屬羊生肖配12星座，一路會分析晒12生肖。想知你嘅生肖配星座嘅開運魔法，追實我哋靈金之門啊！記得訂閱同分享，一齊打開你嘅靈性地圖。下集再見。